三岛之风台造成北部上大雨，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杜英泰去视察新北金山、万里甲瑞丰的灾情。总统表示，明年治水防灾预算是551亿，希望立法院赶紧甲通过。另外，嘉南的碧山山水社区的住户，甲市长谢国良တင်情，希望帮助居民恢复正常的生活。 嘉南碧山山水社区伫三都二风台走了后，市政府派人去清除粪扫，协助居民重建公园。只是去住户厝内涂骹也真侪土石土沙，根本无法度住人。当地住户赶紧甲市长တင်情。 趁这2天假日，先恢复就是整个大家日常生活可以饮水，然后还有那个车库出入的部分。 灾情严重的还有新北的瑞丰地区，伫瑞丰高架后壁的山坪，因为大雨崩塌，附近教室暂停使用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找了金龙校园视察，答应会伫经费方面尽力协助，以学生安全上优先。114年到117年4年的预算，我们也会框列350亿，希望能够有效的来整治。 帮忙这些老旧的教室。另外，伫新北瑞丰阿美公园本来有大面积土石崩塌，阻断唯一的另外道路。虽然抢修了后通车，现场也是有人员伫指挥交通，唔敢大意。镜头外看新北万里地区，总统赖清德伫经济部长郭智辉、新北市长侯友宜的陪同，先前往大坪国小附近的元潭溪视察了后。 再过到金山老街，一个一个甲打商面对面了解受灾情形，强调明年中央所编列的治水防灾预算会比今年加159亿，总金额达到551亿。这笔预算，今天不分党派的委员都在场，我们希望预算能够尽速审议，然后地方政府能够尽快的得到这笔经费，从宽、从速、从优的方式，来3个面向来帮助我们的受灾户，加上。 中央今天也说，我们会按照凯米台风的方式来给3年下项来补助。勘灾过程，总统赖清德甲新北市长侯友宜互动正接，因为要解决治水问题，要靠中央政府看部会，甲地方政府同心合作，才当互淹水问题袂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